新的学期拄开始，高雄高雄是有学生囡仔发现讲，过去呢，逐礼拜因为4节英文课，也毋过即马读到高中3年啊，只剩3节课。因为因读商的较重视英文，学生囡仔就烦恼讲，安尼调整会影响到读国际部一个学生，影响因的考试。学校是解释讲，会安尼调整是对108课纲调整的。若是学生想要加读，会当讨论加课。当时高三冲刺期，大卡学生专心听课，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接到投诉，高雄高中的高三英文课和学校所减做，一礼拜3节，和部分各部区学生烦恼对比课不利。我们学校学生的学习需求还有学习成效来评估，每一周的英文课的时数至少要4节课才足够。英文对乡校学生来说，在未来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。如果减课的话，对学生是相当不利的。根据了解，乡中过去英文总学分24，逐礼拜4节英文课。后来学校因应108课纲，要增加2学分本土语言课程，将英文调整为22学分，造成111年入学。即马的高三学生到高三英文课无增加点到减，也毋过实际问高三学生大家看法不同。其实还好，我们班对这件事就是保持是中立。现在已经高3了，就是应该要上我们统测要考的东西，而不是去上其他的课程。反弹师生表示，乡中英文课比其他上课学校少，自然科学分刷悬出2倍。当然，港科学校高雄高港技海科高三学生也维持逐礼拜4节英文。乡中安排明显无合理，呼吁调整课表，学校回应。课表调整要经过相关审议，无法度讲改就改。因为校长没有权利说，好，你某某人哪一节课你不要上，拿来上英文，那个是违法的。所以校长就跟学生承诺讲说，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第8节，而且也不要影响到辅导课。学校建议第8节也是拜六免费加开英文课，也毋过学生无认同，无正双方无共识。面对乡乡争议，教育局表示已经要求学校加强英文课程规划，后续会关注课程实施状况，提供必要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